你看他心口嗰對哈密瓜，長髮飄飄過嘴細細，仲生得好鬼靚得了嘛，就佢啦，側面體貌似花，如不懂可以討教嗎？某些花式可是多次嗎？你答我當然可以，但要假裝先有得試。我又最驚等下冇力維持，你說可退可退定也沒事，唔信嘅叫我試一試。為何不死心想多一瓶？如難頂當下便是大事情，從來未試過有這晚盡興，在半空花式吹簫給我聽，那對拉左右上下暫停，菩提子跟着律動蕩傳情，在懷內離那語氣太動聽，就砌一粒鐘點夠盡情。老閪都假到天光，夠興。要洗身，乜都幫我脫掉嗎？條野水口裏冰鎮嗎？連菊花一起貼可以嗎？放膽渣，不管這乃真定假，情侶的感覺可以嗎？連體位都參照主角嗎？你答我當然可以，但要假裝先有得試。我又最驚等下冇力維持，你說可退可退定也沒事，唔信嘅叫我試多次。為何不死心想多一瓶？如難頂當下便是大事情，從來未試過有這晚盡興，在半空花式吹簫給我聽，那對拉左右上下暫停，菩提子跟着律動蕩傳情，在懷內離那語氣太動聽，就砌一粒鐘點夠盡情，老閪都假到天光，夠興。為何一夜運動總停？為何拉春袋亦是大事情？這一晚要試晒每個動作，沒有證都要砌你的拼勁。為何對一夜仲係未完停？為何這碌砌有眼籠明？在懷內你那語氣太動聽，若只得一劑便夠盡情，老閪都搏到天光，夠興。